今仔日要来教大家要安怎煮衫吼。听讲喺做兵的时阵会安尼个煮起来，安尼。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吼，你出门的时阵，你想要经你的衫要穿倒一领的时阵，你看袂到 logo 啊。3秒钟的煮衫的方法哦。3秒钟就好吗？3秒钟哦。大家好，今仔日要来看阿嬷演这个名称戏哦。阿嬷，你是要倒咧趁呢？倒咧趁咯，敢有人想要看阿嬷的名称？就讲你过了收爽啊！你讲我讲一遍。无啦，咱讲正经的啦。今仔日吼，你要教大家做啥物哈？今仔日要来教大家要安怎煮衫吼，来哦看一下，真正是阮囝的衫吼。平常时啊，咱煮衫可能是安尼，有一种是安尼吼，安尼。就会使啊，还佫有另外一种吼，听讲喺做兵的时阵会安尼个煮起来，安尼，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吼，你出门的时阵，你想要经你的衫要穿倒一领的时阵，你看袂到 logo 啊，logo 伫对要穿倒一领，唔知影吼，无要紧，今仔日阿嬷要教大家一个3秒钟的煮衫的方法哦。3秒钟就好吗？3秒钟哦。无安尼，咱直接来啦，阿嬷。阿嬷，蒸蛋，啊用电锅做就会用啊哦，吼。伊嘛咧做迄吹卵的，咱顶礼拜嘛咧做迄食午时拄啊好啊，对无？对。好，啊今仔日哦，妈妈想要甲做这出真正好拼起来，安尼后摆你若是袂记哦，随时妈妈咧教伊做这个吹卵的。好。那你开始哦，哈！我会记你今年迄金钟奖啊，范瑞金这演员，伊嘛有得奖。哥哥看哦。啊，这出有迄演个查某囝迄个陈怡啊，嘛有入围，嘛有入围哦。还搁掺水哦，哈！来。啊，伊哪一直咧看册哈？伊咧看迄册啊。伊妈妈咧教伊教呢。哥哥，伊嘛咧拍片诶。看，来，哥哥，我知影哦，即马毋是拍影片的时间啊。伊妈妈吼，我甲你讲，阿狗，伊妈妈嘛着讲，嘛是破病，来，看好哦，卵1分，水2分，哈。家己拢无咧看，伊伫咧看册呢。妈妈，阿嬷，你是不是要教关键字衫啊？来哈，来，你爱学会晓，家己照顾家己的生活。来，把这哈摕好，哈，来，把这摕好，好，咱要把这。安尼免看啦，伊册互伊摕去安尼，伊袂使看册啊。妈妈要生气啊啦。迄个演员舞点了，演得真好呢。来，你爱学晓照顾你家己的生活。这出吼原本嘛是迄舞台剧，阿嬷，原本嘛是舞台剧。好啦，阿嬷，紧甲咱教啦，别搁看啦，看要半点钟啊呢。看要半点钟啊？等下啦，还袂半点钟呢。妈妈为你工作做好不好？阿嬷紧的啦吼。啊，这要安怎？因两个人安尼要冤家啊呢？嘿啦，还袂教好了啦，早拢要打去啊。打去早就打去啊！我年3年遮久早就打去啊！好啦，3秒钟啦，3秒钟哦，看一个吼，安尼扛的，好，有3个点哦，一个顶管，中央第2个点，第3个第尾啊，伊是一条线，你家己去想吼，才有一条线，顶管安尼念咧，中央这个点来家己念咧吼，安尼1、2、3秒钟，有无？哇，阿嬷！拗到有较水，厉害，我有够厉害，有无？3秒钟。阿嬷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你问题就多啦。就讲你较有智慧啊。安那？就是讲吼，我平常是内衫的时阵啊，迄肩胛头拢两个泡泡呢。我知影你讲的泡泡。平常时啊，这3肩啊安尼，恁内衫的时阵，是不是遮拢会泡泡？对，你讲遮对无？嘿对。因为伊伤重啊啦，伤重啊才会泡泡啦。有2种方法，一种咧，你莫摕你。这较快，会使用这。你平常时啊吼，你是我迄洗米落去。无啊，
伊较袂变形啊，就较快的对。嘿，伊较快较平啊，若即种。是无即种咧，你若是无即种较快的三更啊吼，你共款用即种吼，安尼捏衫的时阵，爱会记你摕即个撇布，就是即个叶啊，你会使叶伫遮。两边拢爱吗？嘿，两边拢爱，无你到时阵食个泡泡，嘛是共款啊。这两边拢爱，还是叶伫遮嘛会使。为虾米？因为这叶啊吼，平常时啊无叶的时阵伤重啊，这叶啊会使来平均安尼，平均受力的感觉。阿嬷你真真牛呢，嘿，安尼就会使啊。这是阿嬷的生活地位呢。有简单无？有简单无？嘿啊，伫遮还是伫遮拢会使。啊你这3秒钟，阿公咧？阿公差不多。8点钟。8点钟哦，你也是袂歹啦。你是在想啥？我讲伊帮我捏衫，8点钟。那种分工合作就对了。嘿啦，还是要去偌久啊？